火雕花、原木仿古、精细雕工。原来台湾艺术家在苏富比和佳士得拍卖殿堂的画作，衬托的画框都出自新竹北埔。师傅在雕刻的时候，他需要看样角嘛，所以手一直摸一直摸，看到最后这边都是亮的，哎呀，这都是岁月的痕迹。打板的样角已有30年历史，和第二代陈新鹏年纪相差无几。他的父亲做了几10年的雕花画框，堪称台湾龙首。在木料堆长大的陈新鹏，却是挣扎许久才愿意接手。长大之后才发觉啊，这个工作才是我这一辈子想要真的去好好去深入的一个领域。深入在技术层面找优势，细微处见真功夫。那这个传统的木工榫，光是进榫干燥的过程有没有，就要大约6到8个钟头。哇，所以这真的是给就不用急。停来时哈。停来时就是海陆腔，我们四线讲听天落秋后。坚持最小的内框都用榫接，不跟时间妥协。陈新鹏坚持画框本身得是陪衬艺术品的最佳绿叶。很多艺术家刚到我们这边来的时候，看我们的框都觉得很不起眼，可是当他把作品放上去的时候，他也发觉说，哇，就是要这个味道。这裁切可不一般，高硬度的项目，一般木工器材无法这么得心应手。陈新鹏说，这是他们的独家技术。用好木料让画作可以永久保存，是他们对艺术家的尊重和责任。作为台湾最顶级的手工框制作者，这陈家一家2代有着同样的信念。他们说，如果血液里面没有对木工那种很疯狂的坚持跟傻子般的精神，真的没办法到现在。不过也因为这样，所以在艺术的这个环节当中，其实他们是很重要的一环。是急，天天的来秋好。是急，天天的来秋好。